嗨，大家好，我是躺平树。今天是2020年5月11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胡聊胡适、胡指、胡威还有胡一金老师。今天胡适走势也是不出所料，创了新高。今天沪指收盘涨了 1.53%， 创业板指数涨 3.5%， 科创50涨 4.65%， 尤其是沪市创了11年新高。当然最主要是它已经收复2月28号美以对伊朗进行这个混合治疗造成的下跌，沪市它也涨回来了。关键今天成交量也还不错， 3.46万亿。但是对中小投资者、对金融消费者来说有喜有忧，几家欢喜几家愁。为什么？又是赢了指数不赢钱。沪指4200点以上，虽然创了新高，但是今天3100家上涨，2200家下跌，也就是典型的是一个赢指数不赢这个个股，还有2000多家在下跌，在这个牛市里面居然在下跌。也就是说，这个市场它不是一个普涨行情，它是一个结构化的。我想很多人炒股应该知道，这个行情跟 AI 相关的，你这个股票就涨得快。比如说算力、什么光模块、存储、半导体、人工智能等等，反正你只要跟这个 AI 有点相关的，要么就是主力军涨得非常快，要么涨得也比较快。如果你这只股票跟这个 AI 关联度不大，那这个股票涨幅就一般，甚至不涨。还有一些股票它还在跌，不停的创新低。也就是说，如果你买的股票赌中了这个科技股，而且科技股里面的跟人工智能、硬科技、什么算力相关的，那你恐怕最近收益不错。除了这些板块，你恐怕是在指数牛市里面这个在亏钱。大部分散户恐怕都是这样。所以说它是个结构性的牛市。当然了，这个不改指数牛市的特点，也不改叫沙滩上建高楼这个判断。全球股市涨声一片，那么在这种气氛下，沪市跟着涨，而且全球股市也是科技板块，人工智能、存储、算力、半导体这些在涨，那沪市跟风也可以理解。一方面美以对伊朗的战争现在态势不太明朗，那资本市场还是比较乐观的，也就是无视特朗普下一步要做什么，先涨着再说。所以说你看现在成交量以前都是2万亿出头多一点，现在已经 3.5 万亿了，这明显的交投活跃起来。这些金融消费者很多人在开始买卖。现在网上段子也特别多，什么上 K 的 KTV 的妈咪晒自己的收益，那都是一赚都是1000多万，说上 K 里面的大哥大佬给2只股票，这些人就发了。还有什么？还有网上流传各种说什么现在很多明星、流量明星，人家都已经不带货了，因为带货很累啊，带货一累，二也 low， 而且这个容易处罚，容易踩坑。所以说很多流量明星当红炸子鸡已经不带货了，开始炒股了。网上很多这样的段子出来了。所以说牛市的气氛慢慢的烘托出来了。但是这一块咱们沪市还相对克制，咱们沪市所谓的指数牛市已经20多个月了，快2年了，并没有形成一个以往牛市满大街的街头巷尾、餐馆里面、理发店、菜市场大家都在讨论股票，现在好像没那么火。虽然牛市走了20个月，快2年了，还没有那么火。那最近网上稍微有一点热度，有很多人开始进去了，要不然这个成交量怎么会 3.5 万亿？这也是证明。但是最火的我觉得还是韩国。这个韩国股市火到什么程度？你不服是不行的。首先韩国咱们都听说过，那股市暴跌引发韩国熔断。今年韩国股市熔断就好几次，那突然暴跌，当天就熔断，跌了6个点。它今天居然熔断是反向熔断，是涨熔断，涨得太多。5月11日，韩国指数期货上涨 5%， 触发熔断机制，程序化交易暂停5分钟，就问服不服？如果这个还不算火，再看格隆汇5月10日报道说，在韩国一种新奇的婴儿投资正在年轻父母之间流行起来，说父母早在孕晚期便已开始选定投资标的，待婴儿呱呱坠地那一刻，就利用手机远程开户下单买入。于是韩国宝宝尚在襁褓之中，就已成为韩国知名企业 SK 海力士与三星电子的婴儿股东。够火的了吧？小孩一出世给他开户，马上就买海力士、三星电子。这个因为最近全球资本市场都是因为科技股、存储、光模块、人工智能这一块暴涨，所以 SK 海力士涨到什么程度？我看这个别的就不说了，因为 SK 海力士它利润太好，
给每个员工发的分红多到什么程度呢？多到三星电子员工眼红，眼红到什么程度？说三星电子的员工罢工，要求三星电子也要照着海力士那样的标准，或者是参考 SK 海力士发奖金、发分红。也就是你个海力士钱赚到什么程度？而且这个 SK 海力士它不仅赚钱，它现在估值，它市值达到了1万亿美元，9000多亿美元了。现在马上12亿，今天 SK 海力士涨了12%，也就是说火到这种程度。年轻的韩国夫妇小孩一出世就给他开户买 SK 海力士股票，说这个 SK 海力士还有三星电子的，因为他的员工里面有很多也是中国人。好，就说了，那中国人的奖金就低，是人家的几十分之一。网上有很多这样的帖子，不管怎么说，都是说明资本市场对这种半导体、科技股、还有芯片、算力热捧。那问题就来了，这个正常吗？今天很多媒体报道叫 AI 狂潮之下的亚洲股市狂飙，韩流霸屏全球资本，全球资本正在加速涌向亚洲。所以说咱们沪指涨个1%，那都比较含蓄的。韩国的首尔什么综指动不动一涨就涨5%。网上还有传言说 SK 海力士连门卫就是保安都发了610万奖金，当然这真假难辨。你想想，你就去那儿当个保安，奖金也610万，不要说610万，对吧？你就发61万，那也不少一个保安，对不对？那么全球资本市场热捧半导体、存储、光模块、人工智能相关的股票，那么也引起了有些专家的这个疑虑，或叫预警，应该这么说。经济学家马关元，我看他今天发了个视频，标题就是 AI 泡沫一定破灭，而且一定以惨烈的方式。我看了一下，他讲的还是有一定的道理的。他这个视频有6分钟长啊，他主要讲什么？他说现在全球最担心的一件事情就是 AI 的这一轮泡沫什么时候破灭。那他说这话的前提就是泡沫是一定会破灭的，那么是泡沫就要破灭。一说到这个，大家应该想象一下，20多年前是互联网泡沫破灭。马关元他说，从 ChatGPT 问世到现在为止， AI 的热潮一波接一波。我们看到资本市场几乎所有的叙事，什么意思？就是说你不管你是做什么行业的，你要到资本市场，不管是1级还是2级，想募集资金，想找风投，那么如果你做的这个事情不包含 AI 概念，或者就跟 AI 不沾边儿，马关元说你要跑到资本市场去融资，那资本几乎是瞧都不瞧你一眼。也就是现在到哪个机构里面去做融资，你要拉投资，你的商业计划书里面 PPT 里面如果都跟 AI 不沾边儿，说你就最好去了，别费劲。因为即便你能找到投资，你的估值也不高，也就是那人家投资方就宰你一刀。本来你是值1个亿的，人家给你按3000万估，你愿不愿意吧？就这意思。如果你是跟这个 AI 沾边的，那很有可能你本来就值1个亿的，光给你值3个亿，给你按3个亿来估，就这意思。甚至如果你跟 AI 不沾边，你都融不到资，人家就不投。马关元说，他说现在几乎所有的资本市场，说美国、日本、韩国、欧洲、中国 A 股也好，最火爆的全部是跟 AI 相关的，要么是做 AI 芯片，比如英伟达，要么是做 AI 的大模型，要么是做 AI 的算力，要么是做 AI 的比如存储或者什么光模块，就这些东西相关的，要么就是做跟 AI 相关的应用，上下游的这些硬件，反正沾边，你得跟 AI 沾边。涨得非常高。他说这个英伟达自从 ChatGPT 问世到现在，这个英伟达已经涨了7、8倍，它的市值现在已经超过5万亿美元。这个关键是什么？马关元他说，关键的关键是英伟达现在，如果从英伟达这个角度来说，它涨7、8倍还算涨少了，因为看英伟达的这个市盈率还不高，你看它的盈利能力，未来2年它根本就不愁盈利。也就是你要按这个算，英伟达的股价还低估了。资本市场有一些上市公司，它确实它不存在泡沫，它的盈利能力是实打实的。马关元说，他说就像上一次互联网泡沫一样，他说上一次的互联网泡沫破灭的时候，最终纳斯达克指数下跌幅度超过了90%，所以现在大家就非常担心这一轮泡沫什么时候结束。马关元也承认，他说我们看到资本市场的叙事基本上一方面给大家鼓劲，一方面给大家讲正向的鼓劲，说你看英伟达虽然涨了这么多，虽然它的市值是5万亿美元，但它的市盈率非常正常，
甚至还有低估，动态市盈率并不高。第二个，你看实际的需求，就是英伟达的芯片已经排到2027年了，人家根本就叫供不应求。它不是说芯片生产出来卖不出去，而是它没有这个产能。这就是马官员说了，存在这种情况，高科技企业它并不全是在讲故事，而且他们确实在人工智能的泡沫下，他们利润非常高，所以很多股票涨了7、8倍、8、9倍，估值反而还不高。所以马官员就说了，那在这种背景下，是不是就说你们这些人过度担心，天天说泡沫要破，这次会不会不破？马官员就说了，他说像 AI 这样的伟大技术一定会出现伟大的泡沫。什么叫伟大的泡沫？就是历史级的泡沫。什么叫历史级泡沫？马官员就说了，凡是泡沫一定会破灭，而且以非常惨烈的方式来破灭，这就是定律。凡泡沫一定会破灭，凡是伟大的泡沫，那破裂的就更加惨烈。那就话就说回来，马官员说了，大家对资本市场的担心，不是担心英伟达，不是担心什么光模块，最终担心的是什么？担心的是你讲了这么多故事，它要变现。也就是变现什么意思？就是应用端，对吧？你怎么从用户那儿赚钱？英伟达赚的不是用户的钱，一定要记住了，英伟达赚的是产业链上的钱，对吧？那最终赚用户的钱是谁？ChatGPT 或者是什么 Grok 豆包，也就这意思。你最终你怎么从市场上赚钱，而不是从你的下游？你从你的下游赚钱没关系，你的下游他从哪儿赚钱？你下游的下游在哪儿赚钱？他最终是要向用户赚钱，或者是向他的目标人群消费者买单，这个大家就懂了。所以说现在你看英伟达，你看什么 A 股里面的光模块这些，它确实在赚钱，但是它也不是卖给消费者，它是赚钱。那这个泡沫就在于所有的这一切最终谁来买单？总得有人买单，这就是马官员的观点，这观点没毛病。所以说你现在看见豆包要收费了，对不对？马官员也说了另外一个观点，当然也就是应用这一块，全球还是处在讲故事阶段，因为咱们这边骗子多，所以说人工智能已经开始赚钱了。你买课什么龙虾火了，人家赚龙虾，这个火了搞这个，那个火了搞那个，总之这个骗子已经开始赚钱了。但是真正的赚钱的没有，是吧？真正靠人工智能去赚钱的还没有。这故事最终是要兑现的，对不对？你不兑现，那就意味着泡沫要破灭。资本市场等到什么时候？今年没有，明年没有，后年永远等下去吗？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他说凡是泡沫一定会破灭，这是马官员的观点。他说破灭不是坏事。马官员认为 AI 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次科技革命，他甚至讲可能是最后一次科技革命。它对行业的改变，对人类社会的改变，对生产关系的改变，对生产力的改变，都是颠覆性的。所以我们要拥抱 AI。拥抱 AI 的一个最直接的含义就是所有的行业都可能被 AI 给重新做一遍，被颠覆一遍。大家要记住，这是未来的前景，一定会这样的，这是发展趋势。但是就像2000年互联网泡沫破灭一样，那一次的互联网泡沫破灭以后，很快从破灭的灰烬中、废墟中立即反弹起来。也就是你看现在的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实际上是建立在2000年互联网泡沫破灭之后的。也就是互联网的泡沫破灭不代表互联网没了，不代表这个科技没有了，而是那之前积累的那疯狂的这种高估值、这种讲故事的被消灭掉了。真正的新的公司，真正的伟大的公司，在互联网泡沫破裂之后那个灰烬之中茁壮成长起来。你看现在就是这种局面。所以马官员他说 AI 泡沫的破灭不等于 AI 叙事的结束，更不等于 AI 革命的失败。它是所有这个故事里面，泡沫破灭是故事里面必经的一环。经过这个泡沫破灭以后，才能把那些差的纯粹讲故事的淘汰出局，留下的才是真正的能够搞出应用的那些大公司。这就是马官员认为他的观点，就是 AI 已经造成了伟大的泡沫，伟大的泡沫一定是会以这个惨烈的方式破灭，破灭之后才是新生。那他关于泡沫的形成和破灭这个观点，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接受？我认为是有可能的。也就是说，大家都对人工智能、对 AI 看好，未来看好，但是现在这个泡沫也确实是大。再联想到巴菲特现在55%的已经是现金了，只有46%，好像45%是股票，人家实际上现在现金是越来越多，这是历史罕见的。也就是巴菲特似乎在等一个巨大的泡沫破灭。那作为一家之言，大家警惕，因为毕竟现在人工智能说赚钱很难，目前看不到。如果你正好买了股票，正好买的是科技股，是人工智能、算力、
相关的，那现在恐怕是应该收益还好，但是也要警惕，如果说泡沫一破，你最好是在泡沫破裂之前跑掉，否则的话就竹篮打水一场空，白忙。你更不能加仓，一加仓你前面赚的是小钱，你现在加仓那赔的就是大钱。那就是马官员这个说法我是认可的，所以说大家你至少你要警惕，你要不管你是在美股还是在什么韩国还是在胡市，你都要警惕，因为这个泡沫万一要破了，那个时候很惨烈。资本市场就是这样，很有可能现在是在叫爆空头，现在把那些做空的都搞死了，等到做空的搞死之后，反手就开始搞死那些做多的。华尔街这一招这一套玩的比较熟练。我们再看看胡适这个千奇百怪的事情。北京日报报道说，有一家什么上市公司上市公司不要发自己的年报季报吗？结果发自己的一季报的时候披露前10大股东要披露的，结果这家上市公司叫盛通股份，他披露自己的前10大股东的时候出事了，排第9名的第9大股东居然叫汕饶市广丰区十五岭精神病医院有限公司。也就是这家上市公司的第9大股东居然是一家精神病医院，这一下引起了市场的关注。这第10大股东是高盛，也就是这家精神病医院排在高盛前面，是第9大股东。这个说明什么？有网友就说这个精神病医院有钱，居然是上市公司的第9大股东。有网友就说了，说这个妥妥的高手在民间，自己觉得是人家买股的逻辑，既不看 K 线也不读研报，纯粹是因为老板儿子在这儿学过编程，觉得行业有前景。这个老板，这个精神病医院的老板就疯狂的就买这只股票，把自己买成了第9大股东。有网友也说，这家医院不仅能治精神病，还能在这个胡市里面搏杀。也有网友担心，精神病医院跑到胡市里搏杀，把自己搞成个精神病，那怎么再去给那些精神病治病？说到这个精神病精神问题，我们来看一看胡一进老师。这胡一进老师最近卷入了一个舆论，这个什么舆论我也是才知道，对这方面的新闻不太感兴趣。一个叫 OPPO 手机，好像前一阵子母亲节搞了一个文案，搞了一个就是营销大致内容好像就说什么，他这个文案我都没看懂啊。他说我母亲有2位丈夫，大概这意思啊。一位丈夫什么见她第一个丈夫的时候是什么，见第2个丈夫要打扮的特别漂亮，就这意思啊。那这个我也不知道就怎么着的，反正在马上引起了热搜，舆论的热议，上了热搜，说你首先这个违反了公序良俗，违反了社会主义价值观等等一大堆的，反正就是对他进行批评。很多人这个其实也没什么，你搞这个营销，你搞这种叫什么宣传，那你既然搞了，人家评论没毛病，有人说好，有人说不好，这也很正常。营销本来就要引起口水，但是本来据说舆论大部分是以批评为主，说这帮 OPPO， 因为 OPPO 手机是不是主打女性的？这本来的他那个对象 OPPO 手机，他那个对象好像就是女性手机，大概这个思路。他搞了这么一个文案，很多人就认为你这个是侮辱了母亲这个角色，矮化了母亲。但是他原来的文案的意思是说，想把母亲这个形象更加这种叫丰满，更加丰富起来，是这么个意思。结果本来一边倒的是批评 OPPO 这个文案的，结果武汉大学突然跳出来发了一个声明，我也找了一下这个新闻看了一下，因为老是云里雾里的看不太懂。他说引发争议的文案内容为：我妈有2个老公，一个是我爸，另一个1年见2回，跟我爸约会基本不打扮，见另一个他恨不得穿婚纱。这个就是引发这个网友激烈批评的文案内容。这个其实也没什么，也就是这个现象，就我网友骂的很正常。结果武汉大学官方微博转发该校文学院声明，武汉大学文学院发了个声明，声明内容说什么？说学校极不认同某手机厂商母亲节广告文案的内容表述和价值倾向，这与武汉大学立德树人育人理念严重不符，愿于校友以自成勇气，善对社会批评，与企业一道肩负起社会责任。什么意思呢？这个文案的创作者肯定姓于，这个姓于的很有可能是武汉大学文学院毕业的，就这么个事。文学院的声明透露，上述文案出自 OPPO 于某团队，而于某曾为毕院学生。结果本来这个事情都很简单，大家觉得于某 OPPO 这个母亲节手机营销这个文案格调不高，甚至涉嫌侮辱母亲这个角色，没毛病。本来这事就完了，大家一顿骂，骂完他就下架了。结果这个时候神奇的这个武汉大学突然出现在公众眼前，这个武汉大学文学院发了这么一道，感觉好像跟于某割席，师门不幸教了这么一个学生，
所以武大声明一出啊，关键武大这个学校的官微还把文学院的这个声明给他转发了。那也就是说，不是文学院的态度，是你武大也是这个态度。结果现在网友一边倒的在批评武大。那就这个事情，胡锡进老师发表评论，胡锡进老师发了4个评论，就关于这个事情，我还以为是抢鸡蛋呢，原来就为这个事。他先是说啊，发了一个，他说说实话，我作为老媒体人和网上人，觉得武大不该这样回应。尽管我知道，在 OPPO 那个引发广泛指责的母亲节广告文案翻车后，一些人在怒斥 OPPO 之余，挖出广告策划人于某毕业于武大文学院，斥责有转向武大的动向，还扯出一些旧事，武大有点承压。我因此理解武大有些焦虑，但我仍然认为武大这样着急撇清自己，在情理上不妥，公关效果也不会好，显得武大不够大气。在自己毕业生栽大跟头时急于切割，生怕被牵连，这不是人们通常对母校的期待。人们这种不舒服感会大于对于某毕业于武大的负面联想。本来就是一些网友临时把武大找出来出气，很快就会过去，但武大这样做反而真的让自己牵连进去了。说武大比较特殊，面临较为沉重的舆情包袱，但越是这样越要沉着，避免急躁应对。胡进进而指出，他说时下也不光是武大，有不少机构有舆情焦虑症，一旦被网上舆论说了，就觉得不得了。其实武大这次被拽上，本是很小一件事，而且即使武大担心事情发酵，觉得有必要想说几句，也应该换一种方式，无需这么义正言辞，割袍断义。其实不用武大撇清，事情大概率不会朝武大过度延伸，因为多数人知道这件事原本没有多少扯武大的空间。胡进老师最后说，诚恳希望有些过度紧张的机构不妨让精神适当放松些，那样的话，无论网上出现什么舆情，常识常理都会在研判中见于磐石，回应就走不了形。随后胡进老师又发了一个微博，说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因为武大做了与该校毕业生翻车设计割席的声明，才知道 OPPO 事件与武大扯上了关系，这当中包括老胡本人。现在很多其他事情也是涉事方不回应，大家不知道，反倒是回应冲上热搜，发酵了舆情，这是一个现实困境。遇事回应不回应，经常都挺难的。胡进老师觉得意犹未尽，又发了第3个微博。这第3个微博就把百度也给扯上了。他说 OPPO 作为大厂犯这样低级粗俗的错误，确实令人吃惊。这让老胡想起2年前另一家大厂的一位高层，大概是副总裁，突然很唐突的发涉及内部管理的贴文，展示畸形的职务傲慢，造成严重翻车，伤害该大厂的声誉。这就是什么？花了好几十万去报了一个什么抖音上的什么课，完了之后就回来就做自媒体，要求每个人每天发4个还是几个这个内容是吧？结果自己一发就翻车了。什么百度女公关1号位，胡进老师扯出这个了。他说按说大厂都有水平很高的公关团队，但 OPPO 和我上面说的大厂这2次翻车都不是因为意外事件的公关危机，而是公司把自己主动采取激进的公关行动，并严重误判市场的反应，导致公关灾难。胡进老师又说，他说如今舆论场生态复杂，与网民的情绪有时难以追踪，但是主动制造这么大的公关危机，让自己的遭遇海啸级别的公众斥责和吐槽，这反映了个别大厂的公关团队与网上舆论的共情能力严重不达标，相关决策者还可能刚愎自用，对一个激进公关策略面对的风险严重评估不足。这段时间各领域有影响的机构先后翻车，这种情况一定要引起警觉。大厂不是老胡这样的自媒体人，有时为了表达一个观点，明知道可能会给自己招来一些攻击，但出于信念和自作多情的责任感，有些话咬着牙已经说了。大厂都是商业机构，平稳，远离社会争议，不挑动业务范围之外的敏感话题。胡进老师这个说的不对，有的大厂他就专要上热搜，专挑敏感话题，专要这个人家是胡进说远离社会争议，人家专要这个搞社会争议。网红超市就这样的，要不然他怎么上热搜？就要让大家知道。所以胡进他这个说法不对。有的大厂，你比如山姆这种，人家就要远离是非，
人家尽量不上热搜。今天山姆上热搜是因为山姆居然拖欠房租几百万，一下上了热搜。结果后面人家山姆解释了，我这个拖欠房租是应法院要求他拖欠，法院不让他付，人家是配合法院，所以才拖欠几百万的房租。所以这次山姆上热搜又失败了。有的超市就天天绞尽脑汁的要上热搜，这就是区别。当然了，咱们还是回到老胡评论 OPPO 这个事情上面。老胡发这么多，实际上老胡恐怕跟我对这个事情的感觉是一样的。他恐怕刚开始他也不关注这事，后来他就对武大说的比较多了，批评武大小题大做，对吧？就这意思呗。后来一看把武大说的够狠了，又不合适，回头要再把这个 OPPO 再说一顿，说你们主动挑起舆情，你跟百度学 OPPO 的公关也是这个叫什么草台班子，就这意思呗。实际上我认为武大主要还是胡锡进老师微博看的太多，没有汲取胡锡进老师微博的这个叫核心的东西，他只看了皮毛。也就是武大一天到晚看胡锡进老师微博雕盘，胡锡进老师经常雕个屎盆子回来，这武大不也是雕了个屎盆子回来吗？不就是一个意思吗？对吧？这是人家两个人在那吵架，武大是把自己把脑袋伸进去，叫找骂边骂，是吧？这个网友在批评 OPPO 这个营销文案的时候，有人恐怕挖出来说这个人是武大的，一说武大，他们就开始延伸说武大以前还干过什么坏事，对不对？武大在社会舆情这个事情上面干了不少这个事情，好多人就翻旧账。其实这些事情都影响不了武大，也就是武大完全可以不搭理，公道自在人心，是吧？那为什么形成现在这个情况？武大吓得赶紧出来撇清关系，还要求教导于某赶紧自首，赶紧认错，不要这个辱没师门。你那意思就是你要再不认错，我这可以把你逐出师门，清理门户了，就这意思。实际上我们要探讨是什么？我们要探讨当前这个舆论环境为什么变成这样。说来说去，舆论环境变成这样，还不都是胡锡进老师还有武大他们这些人整的吗？为什么网上这么的无脑区，这么的暴民，没有任何这种理性思维，没有任何逻辑的，这么的暴民在网上到处乱窜，他窜到哪儿祸害，哪儿都要出事。胡锡进老师应该从这儿多去探讨探讨，为什么网上会出来这么的暴民？这个暴民是怎么形成的？这个不是说 OPPO 这个做的对 ，OPPO 这做的不对，那大家应该理性探讨怎么去批评他，没毛病。但是为什么你批评 OPPO 网暴武大去了，武大吓的，武大为什么就害怕呢？为什么害怕？就是谁闹谁有理，网闹为什么会养成一个息事宁人这么一个态度？是首先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网暴，这么多无脑的人，没有任何逻辑思维，没有任何理性的态度，这是一个。那第二个就是为什么无脑的网暴，这一报到哪儿就害怕，就低头，赶紧息事宁人，这个实际上是个恶性循环，是吧？这不互相成就吗？什么叫互相成就？互相奔赴，是吧？越迁就人家网暴的就越厉害，他能赢，他所向披靡，是吧？无往不胜，他越赢他就越增加这种，就鼓励了纵容了这种网暴，这种不讲逻辑不讲理性。就像三亚那个卖皮皮虾的，那媒体一报道，立马有人打电话就骂他，你说骂他，最后那个店主受不了，本来就是技术病，一下脑梗死了，悲剧来了。反过来再骂这个消费者，就是一群无脑。那你说怎么办？那这个无脑是怎么形成的？这问题在这儿。如果胡锡进老师老是天天批评，他不从这个根本上找原因，这些无脑的网民是从哪儿来的？怎么形成的？他怎么就无脑了？是吧？人明明是有大脑的，为什么就变成这个被洗过了呢？缺乏独立思考能力，一煽动就起来了。如果胡锡进老师这种人你不去探讨这个，实际上这些无脑网民这么多，这给胡锡进老师有他的功劳，对吧？这个军功章上有胡锡进老师一半呢，加头老师也有一半。胡锡进老师现在装着自己没事人，对不对？在那儿批评武大，说武大你胆儿太小了，批评这个 OPPO 瞎搞，你这公关就是瞎搞。他唯独不去把矛头指向这些暴民，更不敢指向暴民形成的原因。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